面對8月風台一步一步接近，可能再來強降雨威脅，市長委託除了聽出水利局長說明風險警備，今日了解雨水下水道掘土排水狀況，所以申請4卡庫遷離中興路跨2.7公尺，有2.5米深的涵箱，來順時主要收集中西區民族路二段、青年路以及開山路等重要區域的排水幹線。確認內部結構良好，無本土，排水順暢。我們8年的時間，已經讓我們的這個雨水下水道往前推進了54公里，從738到790多了哈，所以說這個部分的推進，事實上可以讓我們市民可以更安全。那希望這個下水道的建設能夠持續一棒接一棒的往前推進。面對極端氣候的大自然力量，台南市除了持續擴建目前總長達到753公里的雨水下水道，今年頂半年嘛完成68000公尺的切溝掘土。市長這陣體驗基層員工的辛勞，加面對地下作業的風險，所以強調未來將引進無人無人機、機器人等科技的設備來協助巡檢。我這走100公尺就已經氣喘吁吁了，那可見平常他們工作多辛苦，裡面的空氣又不好，可能時不時又有可能有很不健康的空氣，像硫或者像其他的甲烷等等。我們希望建立一些，譬如說包括機器人，用機器來代替人力來去巡檢我們的下水道，那運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。那一方面也讓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夠做更大的發揮。風災工作袂當靠勢，一定是超前部署，持續落實下水道巡檢、掘土甲排水建設，希望佇風台雨雨來臨之前，將淹水的風險降到上低。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。